就介紹呢一個係咩嚟嘅呢？呢個就係掛八達通，唔止掛八達通一樣嘢噶喎，仲可以拉。如果八達通跌咗呢，你掛住喺手袋，佢都會飛翻上嚟，你睇。咁唔止掛八達通一樣，仲有可以掛公仔，公仔就掛喺呢度，咁樣就可以吊住，你可以咁樣玩，佢就會飛翻過嚟噶啦。所以呢一次就介紹咗呢一個扣八達通，唔止扣八達通一樣，仲有可以扣公仔㗎。呢一次介紹完結啦，下次再拍啦。